3月16號起，九巴290X 線往荃灣西站方向會喺寶康路廣明苑巴士站加設分站。3月15號起，城巴會喺華富邨設置分段收費回贈機，俾有需要乘客進行免觸式嘅車費回贈。首階段優惠嘅路線係來往數碼港同赤柱市場嘅73號線。回贈機支援現時流通嘅支付工具，而回贈機嘅地點就位於華富北、華富邨華新樓同埋華富邨華泰樓分站。反應良好嘅話，相信會喺唔同地方、唔同路線繼續推行。3月16號起，九巴來往屯門站同火炭嘅 263B 特別路線會加強服務。路線喺屯門站會加開朝早7點20分嘅班次，並且喺火炭站加開18點10分同18點20分嘅班次。3月16號起，九巴來往蝴蝶村同尖東摩地道嘅271A 線會調整班次。星期一至五朝早由蝴蝶村開出嘅班次會改喺朝早8點05分開出，而下晝由尖東摩地道開出嘅班次就會改喺下晝6點鐘開出。3月16號起，城巴來往東涌站同1號客運大樓嘅 S56 線往機場方向會加開朝早5點30分班次，並且以1號客運大樓南為終點站。3月23號起，九巴來往泥涌及紅磡紅聯道嘅 85P 特別線將會取消上晝7點35分由泥涌開出嘅班次，以及下晝6點10分由紅磡開出嘅班次。小巴方面，行走安泰邨至到九龍灣零碳天地嘅小巴 89B 特別班次，即係朝早6點及6點35分互相對開嘅班次，將會繼續喺3月21號至到6月20號期間服務。日本測試貨車自動駕駛技術，應對人手不足問題。日本呢個亞洲首屈一指嘅先進國家，正面對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嘅問題，而呢個問題會影響各行各業，包括運輸業未來嘅人手安排。而且運輸業工時比較長，對年輕人嚟講普遍吸引力有限。為應對呢個結構性問題，有自動駕駛技術公司聯同物流供應商同汽車製造商合作推出貨車自動駕駛測試，由國土交通省主導，希望未來可以推出應用。測試喺2月進行，由東京羽田行2000公里去到大阪，全程有司機待命，而自動駕駛模式就喺東名高速公路其中一段100公里路段進行。實驗結果就好成功，得到嘅數據有助企業同政府作為技術參考。如果自動駕駛技術喺未來普及到巴士同埋電車，相信有助解決目前嘅人力不足問題。多謝你收睇今集，鍾意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